仲問緊內容點樣變現，先讓內容幫你講說話。有冇睇過粉絲同流量有幾十萬嘅 IG 網紅一出產品，但係冇人買呢？外國有一個 case， 160萬嘅粉絲，但係佢連36件嘅 T-shirt 都買唔到。粉絲其實唔等於你嘅客戶。外國嘅 IG 網紅 Ari 係一個喺 Instagram 上面好活躍，有260萬粉絲，只係得18歲嘅一個 creator。喺2019年嘅時候呢，佢創立咗自己嘅服裝品牌，但係發現連出貨最低訂單數36件嘅 T-shirt 咧都賣唔晒，佢發現連一件 T-shirt 都寄唔到，因為36件 T-shirt 係最低嘅訂貨生產額。佢就出咗個 post 啦，交代所有其他有落過嘅訂單咧會退款。其實你嘅內容要變現咧，同你嘅產品同你嘅整個人你提供嘅價值咧係全部掛鈎。如果你仲未開堂，亦都冇產品，冇人同你合作嘅時候，你唔好急住出產品住。其實第一件事，用你嘅內容去試錯。其實一開始我創業呢，我係有2-3個產品啦，有課程啦，有諮詢啦。當時係啲客戶嚟到同我建立咗信任啦，我去幫佢哋解決咗問題之後啦，佢哋自己 request 幫佢哋客製化一啲產品出嚟。咁有一啲客製化部分嘅產品呢，喺我嘅客戶裏面呢比較受歡迎啦。跟住我再去 repackage 佢哋，去變成 IG 嘅內容啦，去嘗試喺網上呢一個 co-market 度試錯。我喺 co-market 上面，喺自媒體上面呢一樣嘢有需求呢？因為我一個生意呢要持久呢，一定要係不斷有客源。咁所以你嘅內容呢係決定咗你能唔能夠轉化關鍵。外國呢個 IG 網紅 Ari 嘅例子就係話緊俾我哋聽一個問題，因為 Ari 嘅大部分嘅 post 其實係一啲好寬鬆啦，好似睡衣啦，係佢着衫風格，佢個人都係一個好輕鬆嘅。但係佢創立嘅品牌呢，就同佢個人嘅形象完全唔一樣，係一啲貼身嘅運動衫啦，亦都係化住濃妝啦，感覺係同佢本人整個 IP 整個形象係唔一樣嘅。咁所以你嘅內容同你嘅產品價值要一致，形象要一致，你先至可以令到佢有辦法變現。大部分人都覺得我係未準備好收費嗰啲產品，但係其實問題根本唔係你嘅產品未有啊，而係你根本你嘅內容未學識點樣話俾大家聽，你可以點樣幫人解決問題。下一集我會同大家分享3個點樣用你嘅內容去快速試錯，揾出你嘅客戶、你嘅產品、你嘅價值方向。快啲將呢條片 share 俾想創業嘅朋友。